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初10，诗篇118篇28节安尼讲：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尊你做悬。三角来祈祷，我要感谢搁尊你做悬的天父，我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的至悬全能上帝。主啊，我要唱歌学落你的慈爱，到至永远。我要用阮的嘴传你的信息，到代代。主啊，你是阮闪美的所在，你要庇佑阮脱离艰苦，你要用得救的歌四面为阮。主啊，我要因为你来欢喜快乐。我要学落称颂你的名。主啊，你是至悬，盘过全地；你是至尊，盘过正神明。主啊，谦卑的人要看见你，因为你是阮的上帝，阮要感谢你。你是阮的上帝，阮要尊你做悬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